毕竟冬季就咧烧圆，何况是冬季咧，明仔载就是冬季啊，真侪人拢会食圆啊，也有真侪人经第一天会来食补。药师公会今仔日就开记者会，要来提醒民众讲，这食物件就要注意到食材特性，袂当伤冷，也袂当伤热。小小的一碗当做圆，伫寒冷的天气有影是享受。直至当做前一天，药师公会开记者会建议，若是想要家己烧圆啊，会使伫煮米粉内底加素心汤的中药材，安尼食了更较健康。为什么考虑这4个药材呢？最主要这是个健脾胃的一个药材。好，那这样子来讲啊，我想我们在吃汤圆就不会有这个糖分的负担啊。哦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有这个就是说脾胃上的一个不舒服。圆仔汤内底嘛会当改用白鸡加罗汉果代替砂糖，会当止嗽化痰、谷谷腹肠。另外，真侪人嘛会伫寒天食姜母鸭来进补。药师提醒，毋是大家人拢适合食这款伤热的物件。风热型的感冒的人不适合。什么是风热型感冒呢？可能你有所谓的喉咙痛，有所谓发烧、黄鼻涕或黄痰的这个时候的部分的人，有这些症状的人呢，可能比较不适合。另外，有心也是当咧来洗的女性嘛，无适合食姜母鸭。药师表示，冷热平衡是介重要。当做时嘛要注意，莫食伤冷的药材，譬如枸杞梗的草草草等等，拢爱尽量避免。若无就是爱烫好烧食啉。记者林书霞桂林台北报道。